個問題就係你嘅結構根本就錯咗，所以我同你講，如果你愛上市，嗱，今日就有一個兄弟問我，係咪嗰啲券商啊，又或者嗰啲會計師啊、會計師樓啊，先至可以幫我將我推我上市？但係其實呢，就未必嘅，兄弟，佢哋呢，無可否認，佢哋可以幫你做上市。個問題就係佢哋救唔到嘅係你公司嘅結構。其實公司嘅一個股權結構又好，你公司內部結構又好，你生意嘅模式上嘅結構都好，佢哋好難幫得上忙。如果你嘅公司嘅結構錯咗，老實講啦，兄弟，你係唔適合上市嘅。所以點解你要調一調你嘅結構？好多人上市失敗呢，往往呢就唔係因為 Bursa Malaysia 嘅問題，個問題就係你嘅結構根本就錯咗。所以我同你講，如果你愛上市，你前2年嘅嗰個部署係非常非常之咁重要嘅。嗱，我嚟臨呢，響 TRX 就有一個分享會，係講資本，亦都係講上市嘅，係講俾老細聽嘅。嗱，如果你公司賺錢嘅話，我希望到時我可以見到你。